大家好，我係詭異。今集詭異為你講解嘅係屯門市廣場精神病人事件。話說喺2026年1月15號，早喺下晝5點，有路人就喺大興街市嗰度見到有個着白色長袖衫、黑色長褲、黑色波鞋，孭住個背囊，手上有幾個袋嘅男子喺對開嘅的士站嗰度自言自語行嚟行去咁。咁啲路人就冇乜點為意啦。畢竟喺香港咁大壓力嘅城市，呢啲人同事都唔係咁罕見嘅。點知嘅係2個鐘之後，去到夜晚7點08分，呢個男子就去咗屯門市廣場 U 字層嘅當期超級市場熟食檔廚房嗰度，趁住職員做緊嘢嘅時候，唔為意嘅時候，一下就拎走咗12寸長嘅牛肉刀離去。當期嘅職員嘗試叫停佢，但就唔成功。1分鐘之後，佢似乎就離開咗屯門市廣場呢個商場，行到出去外面嘅屯順街街頭嗰度，揸住把刀喺度流連，令到啲市民唔敢靠近，紛紛避開。亦都有人因為咁而打電話報警。又1分鐘之後，當期嘅職員亦都打電話報警，話俾呢個男子搶咗把刀。於是乎，警方就派出新界北總區衝鋒隊趕去現場。去到7點20分，喺屯匯街，衝鋒隊就發現男子拎住把刀喺度揮舞。見到咁警方立即口頭警告，要求對方放低武器投降。只係佢哋並唔成功。唔成功之後，警方隨即用胡椒噴霧，希望可以去制服男子。不過佢哋依然唔成功。男子中招之後，反而走返入去屯門市廣場，一路跑到去另一個出口，而警員亦都緊隨其後，嘗試阻止佢，避免佢傷人。面對咁嘅情況，市民紛紛走避。過程中有2個女市民失足跌低咗。咁喺呢個7點21、22分嘅時候，男子就趁機衝向其中一個51歲嘅女途人，從後挾持佢，然後對準女路人嘅頸部舉刀作勢攻擊。喺呢個緊急嘅時刻，3個衝鋒隊入面嘅警員同埋沙展就各自掹槍射咗男子一下，分別中咗男子嘅心口同埋右肩，導致男子停止動作倒地。警員亦都捉住呢個機會，將女市民拉向身後，再上前制服男子。喺男子嘅背囊入面，警方發現1公斤嘅冰、一支伸縮嘅警棍同埋打火機等等嘅物品。由於男子受傷嚴重，所以警方就將佢送往屯門醫院嗰度急救。其後警方喺現場嗰度搜查，喺現場檢獲2個彈殼、一把男子搶返嚟嘅牛肉刀，同埋喺現場嘅外牆裝飾板上面發現1個彈窿，相信係其中1粒彈貫穿咗男子嘅身體之後，就中咗外牆嘅裝飾板。去到8點47分，喺醫院度，男子證實離世。以上就係透過唔同嘅閉路電視畫面、路人嘅口供，仲有警方現時嘅調查整合出嚟嘅事發經過。咁究竟呢個男子係邊個呢？點解佢要咁做呢？根據現時嘅傳媒調查同埋警方公布出嚟嘅資料，呢個男子34歲，係越南裔，揸香港身份證嘅本地市民，姓裴，綽號恐龍。據講呢個恐龍就係黑社會南邊圍和勝和嘅底層，曾經多次入獄，衰過嘅嘢包括販賣嗰味嘢、藏有嗰味嘢、襲警、藏有攻擊性武器、刑事毀壞、盜竊、醉賭等等。除咗因為嗰味嘢坐監之外，呢隻恐龍亦都有食啦，仲要長期咁食，食到個人暈暈沌沌。早喺2016年，佢就因為情緒失控，企圖做空中飛人，但就唔成功，因而被送往醫院，被檢查到佢有精神病、思覺失調，仲有反社會嘅人格障礙。之後嗰10年，佢就不斷咁進出醫院，單單係上年2025年，佢就3度入院。而佢冇入院嘅時間，佢就同屋企人同住喺屯門大興村，平時亦都會有做地盤嘅雜工。喺去到2-3個月之前，佢就搬出咗屯門大興村嘅單位，同屋企人斷絕咗聯絡，未知去向。去到2-3個禮拜之前，經朋友介紹之後，佢就寄居喺大興村一個泰籍嘅男子嘅單位。呢個泰籍男子向傳媒聲稱，話佢同恐龍並唔熟，只係朋友嘅朋友。話恐龍平時唔會留喺單位，每次都係返嚟拎少少嘢就走噶啦。即使留喺單位度，佢嘅行為亦都好古怪，經常自言自語，
又會食太空油。對於咁，太直男子就覺得好驚啦，就要求恐龍離開。而去到今個月嘅1月8號，恐龍就應該要去青山醫院嗰度覆診嘅，但似乎佢就病識咁低，唔覺自己有病，咁就冇去到。可能係因為咁，呢個前科累累、食嗰味嘢食到思覺失調、高風險嘅精神病患者，喺事發當日執咗啲嘢入背囊，離開太直男子嘅單位之後，似乎就精神失常，最終導致事件嘅發生。呢啲就係警方同埋傳媒整合出嚟嘅消息啦。除咗警方同埋傳媒嘅消息之外，網上面亦都流傳緊疑似係恐龍嘅 Facebook。呢個流傳嘅賬戶亦都係叫恐龍背，所用所貼嘅相片亦都同當日啲人影到嘅相大致對得上，相信真係佢其人。若果呢個賬號真係佢本人嘅話，咁就補充咗另外嘅一啲資料啦，包括就有佢資料嗰欄話佢讀書係讀譚李麗芬嘅，似乎就係屯門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又包括佢 Facebook 上面成日喺度放負埋怨兄弟、屋企人、法官等等。仲有嘅就係佢患有精神病嘅期間，佢似乎就好享受做黑社會，貼出多張去蒲、去玩同啲女子合照嘅相。呢個就係網上面流傳緊嘅一個疑似係佢公開嘅 Facebook 嘅內容。跟住落嚟就可以講下一啲事後嘅爭議啦。對於事件，恐龍嘅家屬同埋親友就向傳媒表示，話恐龍性格好純，為人好有禮貌，話佢對啲長輩唔會駁嘴。呢啲親友質疑點解警方唔選擇射佢隻腳，令佢失去活動能力，反抗唔到。佢哋認為射隻腳就夠，唔明點解要射心口。至於恐龍喺街上面、喺商場入面嘅行為，呢啲親友就解讀為恐龍只係想保護自己，話佢係覺得驚先會咁樣做。再次強調唔覺得做低恐龍係可以解決問題。相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喺電台入面話，決定係唔容易嘅。佢讚揚啲警員非常之英勇決斷，為咗拯救生命，制止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嘅行為，咁先會咁做。前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現任嘅立法會議員陳祖光亦都有類似嘅講法。佢覺得相信當時係冇第二個選擇，除咗恐龍嘅家屬質疑警方嘅處事之外，另一個爭議嘅地方就係點解恐龍呢啲咁高風險嘅病患者冇去覆診都冇人理會呢？對於咁，有精神科醫生就話，事主冇去覆診就係病情復發嘅早期警號，通常伴隨嘅就係病人已經自行停藥咗一排㗎喇，而停藥就好容易令佢病情失控。受傳媒訪問嘅醫生就話，現時嘅機制係有局限嘅，啲病患者唔睇醫生、唔覆診、唔俾啲人去探佢嘅話，係冇佢哋辦法嘅。佢哋就提倡要引入呢個社區治療令，授權俾啲醫生可以強制要求啲病患者喺社區入面接受治療，包括食藥、定期覆診，否則就可以強制送往醫院。呢個就係今次事件嘅懶人包啦。最後又係詭異少少嘅評論時間。呢個事件有好多方面可以去評啦。精神科醫療資源夠唔夠呢啲我講到沉噶啦，即係以前一啲相關嘅 case 我都講過好多，亦都列舉咗好多數字，嗰啲就唔再講啦。勸人唔好食嗰味嘢，唔好入黑社會呢啲我都講到沉噶啦。食嗰味嘢係好易食到啲人有精神病嘅，呢啲係有晒科學根據噶啦，但啲人係唔聽都冇辦法噶。特別係你睇到恐龍嗰條友吓，同佢一擔擔嗰啲人吓，同佢蒲埋一齊嗰啲人，話玩得幾開心，又知啲人冇得救噶啦，講嚟都費事啊，嘥氣。所以我唯一想講嘅就係警察嘅處理啦，我就覺得警察嘅處理今次係冇乜問題嘅，好多對佢哋嘅質疑反而就冇道理啦。原因嘅就係我哋評論一件事嘅時候，唔應該抽離晒所有嘅背景脈絡噶嘛。我哋要評論警察肥嗰兩下合唔合理嘅時候，就一定要翻到去佢做決定嗰下嗰秒，睇下佢面對緊啲咩。咁我哋而家就睇咯，真正做決定嘅時候係幾時呢？就係嗰隻恐龍捉住個女人，然後右手揸住嗰把刀舉高嘅時候，準備攻擊嘅時候啊嘛。咁喺呢個時刻，你有咩嘅反應時間呢？其實1秒都未必有，因為下一秒恐龍可能已經做低咗個女路人，所以俾警察考慮嘅時間基本上係冇。然後喺咁短嘅時間裏面，佢有咩選擇呢？第一就係好唔負責任咁睇住個女路人俾人做低啦，咁呢個就唔會揀㗎啦。第二就係學似嗰啲親友所講，或者嗰啲獨醒人士所講，肥佢手手腳腳啊嘛。
但問題係呢度就有好多唔確定性啦。四肢入面冇揸刀嘅左手同埋雙腳，你射中都未必有用，因為佢揸到嗰隻右手仲可以向下揮舞。咁嗰啲眾人皆醉佢獨醒一啲，咁你咪射佢隻右手咯。但射佢隻右手係咪咁易中呢？佢喐緊嘅喎，就算咁近距離你要中佢移動緊嘅右手啊，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嘢。而若果唔中嘅話，咁就保護唔到個女路人嘅喎。咁呢個選項亦都可以排除。咁剩低有啲咩目標呢？一係就係佢個頭，一係就係佢軀幹。如果中頭嘅話，就9成9冇得救噶啦。所以警員揀咗最大面積、最容易中，亦都相對有得救嘅身體去做目標。呢個係完全合理嘅決定。喺當時反應時間極少、情況極危急底下，面對咁多不確定性嘅情況底下，呢個係最好嘅選擇。甚至乎更加難聽啲講句嘅，就算警察真係目標係頭嘅話，亦都可以話係冇錯、無可奈何嘅決定。點解啊？因為現實入面，過往嘅事件入面，有啲犯人係軀幹中招都唔會停嘅。外國有好多例子啦，不過可能太遠啦，嗰啲人覺得冇可比性。但香港亦都有啲咁嘅例子嘅喎。2011年9月，黃大仙環頭陷落富村雲樂樓，有個20歲嘅青年失常，拿菜刀衝向佢阿嫲，又衝向啲警員，攻擊警員。佢係中咗3下，傷咗一個警員都唔肯停喎，逼到另一個警長要再射多2下，咁先可以將佢制服。而喺送院嘅期間，佢依然喺度係咁掙扎大叫。咁由呢一個咁嘅案例，我哋可以見到警員當時仲有一個不確定性嘅喎，就係射中咗對方軀幹嘅話，都唔知佢會唔會咁強壯可以頂得住，繼續發癲嘅喎。故此警方某程度已經留咗手喎，唔係將個目標對準佢個頭喎。而嗰啲人紙上談兵，唔考慮警方喺嗰陣時面對嘅情況。反應時間極短，情況幾危急，選擇幾咁少，咁就喺度高談闊論，問點解唔肥佢手手腳腳，問點解肥2下，完全係冇考慮抽離咗當時嘅狀況。易地而處啊！若果你係個警員，乜你嗰陣時有時間去問你嘅夥計嘅咩？你見嗰個恐龍右手舉高咗嗰把刀，你再去問下你隔離嗰位你肥定我肥啊？你試下同你而家隔離嗰個咁樣問下。然之後佢答翻你，你數下要幾多秒？你又試下拎起粒綠豆、紅豆、花生、開心果，掟去你同事喐緊嗰隻手啊，睇下你掟唔掟得中。即係咁，唔好咁抽離，唔好立場行先啦。至於話佢好純品啊，好有禮貌啊，睇下佢 Facebook，佢自認係和勝和嘅喎。你睇佢啲打字，鬧呢個鬧嗰個，亦都冇乜點講理由，啲中文又唔似中文，去蒲去食太空遊，咁樣就叫好純品。真係方天下之大謬。今集就講到呢度啦，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諗法，亦都歡迎大家讚好或者分享，加入會員或者 Super Dance。另外亦都希望大家 follow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分享啲舊相同埋舊剪報嘅。拜拜。